伫咧高雄前镇的新草街地区，过去是全国上界大的违建区，有4000多户占用公有地。市政府也制定自治条例，互违建户合法买地。去年也已经到期咯，落尾也阁有303户无买。机关也烦恼讲无买这的违建户，若准备要搬走，对未来整合的发展是真不利的。前镇新草街地区，阁有袂少白街甲下巷仔。早年真侪拆船甲码头工人住遮，有4000户的违建。市府进前互住户5年的时间买地，目前要是有300多户无买。当地里长讲，大部分要是经济因素。违建户拢总有在意哩啦，嘛足侪讲有想过想要买的啦，有的是讲迄当时嘛无钱通去买的啦。这间有60年历史的朱正宫，干那这块地就爱买2000万。庙方讲，迄当时准备要贷款，煞已经过期，所以袂付买。即摆信徒拢想要斗3工无款。即摆伊阁要用新案买啊，转案过了啊，你新案阮就无法度买。哦，若是讲，阮是希望讲吼，市府会当甲阮阁延1年。互阮即间会当完成。规个新草街地区，市府列管3104户，最后2801户买地，也有303户无买。议员烦恼会造成以后途经甲整并的困难。他只要钉子户钉在那边，他没有办法进入整并的话，你的申购、你的土地面积就会缺1角、缺2角。这个地区如果其实有整并好的一些部分的土地，它来不及赶上那上面那个自治条例。我们可以鼓励他用围绕方式来调整，围绕的方式的容积最高、最基本就有30%了。都发局表示，自治条例要重新启动有困难，里长甲议员是希望会当延期，若无市府嘛爱有应用的做法。记者邓家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